我正式宣布今日1月26號英國時間凌晨3點49分，香港時間幾點？香港時間11點49分。11點49分，高家幫正式成立。OK。OK。有 feel。張橋正式為。我高家幫佢有得寫通知嘅。係。你通知係咩？我唔能，我有啦，高沫淑、高恩飛。嗰叫咩啊？點講？佢哋係咩職位好咧？咩啊？得啦。咩人要寫咩？高沫淑、高恩飛，精神首領，可唔可以？你寫高沫淑、高恩飛做咩先？唔係我哋嘅通知啊，即係我哋呢個幫係做乜嘅？個飛字點寫啊？等陣。喂，堂仔幾時上50？個飛字點寫？仆街，個飛字點寫？快！飛咪女字邊自己個幾？高恩飛係呢個飛咩？女字邊係嘅。OK，通知高沫淑、高恩飛。為咩啊？唯一老大啊！精神領袖好似死撚咗咁，我覺得。OK，唯一老大咯。唯一老大有少少柒喎。為幫派女神。總長啦，唯一唔係。幫派之女啊！幫派之類，咁好似係幫派底嘅，但係佢哋係 lead 住幫派喎。幫派創辦人咯。唔係，頂我諗到啦！大陸而家最高職位嘅係總書記。高沫淑、高恩飛，總書記。可以。嚇！敏感字？仆街！總書記敏感字，屌佢老母！佢敏感喎！我屌啊！總書記都敏感，黐線。高沫淑、高恩飛，嗰個有 feel。嗰個元帥係咪元帥？係元帥。我哋就係三大將，可唔可以？屌！OK，收鬼成功。咁即係你係赤犬喎。可以。清治。王源冇得鬥氣。唔係，但係我覺得我似王源多啲喎，我講真。不過算啦。但係冇啊，你係兵人，你係火人。堂仔叫咩話？陳傑。應該唔會。三大將，OK。
誒加埋歐卓軒啦，屌！歐卓軒我有咩職位可以做？咩啊？佢都冇玩。我知，屌！呢啲打飛機啫嘛，唔撚使玩喎。咁我哋要幫歐姐講翻女人 Maria 得啦，我唔使啊，女人 Maria 得啦。就講啦。女人 Maria，佢做咩好咧？軍雞，希望唔會敏感。軍雞啊！你唔知你軍雞咩？佢係一句中字啊，我隨便。軍雞，OK。錄影完結，OK。